中的入围者哦。优秀。好，那我们私热情的掌声，献给我们这10位的入围者哦，也谢谢我们的颁奖人陈启春陈老师。好，哇，这个入围证书发完，大家都拿到这个入围的肯定哦，就已经非常的不简单了哦。那么接下来呢，马上就要进入到颁奖典礼的部分了哦。我们首先呢要来颁发的讲座呢是我们的佳作的奖项，会颁发3名佳作的奖项哦。邀请到的颁奖人呢是我们的韦乔斌林处长，欢迎处长呢为我们来颁发在佳作奖项的部分。对了，开始紧张的时刻马上就到了哦。好，请处长为我们来揭开信封哦。您的有点紧哦。现在颁发的是佳作，第1位是杨乃勋顾妻女偶戏回忆。恭喜我们的偶戏回忆！好，现在开始第4位，20时代热心主展开传递市场的艺术的困境与文化，希望视觉上呢也非常丰富。希望这样的偶戏回忆不会成为回忆，而是会永远存在的现在进行式。恭喜我们的偶戏回忆获得我们佳作的肯定。好，像我们的处长呢，先为我们颁发我们的得奖的奖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请放到这里去喽。好，接着呢，请处长我们来颁发我们的得奖的奖金。我们在佳作部分呢是有1万元的奖金鼓励。好，我们要分享前方的摄影师哦。好，也请我们的得奖者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得奖感言哦。第1组上台分享的哈。来，像我们的得奖者，2个都很客气哦，都只会拍就对了，都不好意思讲话哈。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第1组上台的